农业部公告，云林县所有的菜色拢会当来申请防台的救助，而且甲受灾相片翕起来，透过 APP 来传起伫网络，唔免等人实地去勘察就会当申请。不过，这款的方式，互一寡较济岁农民嘛是真困扰，袂晓操作。 过10月日就会当买油啊，不过受到凯比风台影响，不少农民今年收成减少。随望农业部公告，云林县专品项救助会当透过农产业天然灾害现地相片 App 传相片免勘查，不过真侪有岁农民袂晓用。安尼哦，我都袂晓用到啊，都袂晓用这种物件。都发大汗，讲啊往手比较翕相，我都无早翕嘛，无早翕啦。 已经88岁逝世的农民讲，伊手机啊，敢若会晓用基本功能，袂晓操作 App， 则希望公所来协助申报天然灾害。到了公所是表示，虽讲使用 App 会当免勘查，不过对有岁农民来讲，却颠倒造成因的困扰。 当时啊，咱要便民的工课，咱要互农民的农损吼，会使快速认定吼。中央政府吼应该爱检讨，伫咧即届 APP 之乱吼，会使互咱的地方啊吼，公所有一个正常的机制吼，搁再农民哦咧申请嘛单单。这套 APP 应该是可以协助到地方政府现勘的部分，会减少很多的工作量。当然，这部分还是有一些数位落差的部分，我们还是需要能够补足这一部分。 农业处讲，这个天然灾害现地相片 App 去年办超过20场说明会甲教育训练。这个凯比风台农损申报农民若袂晓操作，也会当透过传统方式回报。若认证受损面积超过20%，就会补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